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天后蔡依林，昨暝伫台北大巨蛋开演唱会，是用一种互大家意想未到的方式来开场。啊，唱到第3条歌的时阵，伊竟然徛起哩30米长的大蟒蛇的面顶，现场来唱歌，规个场是热扑扑。 孙经理不下的摆到马面舞调，隆重的放塔中间。天后蔡依林现身 and pleasure 带来给上万人拢料想未到的表演。上成为到大巨蛋内底，竟然出现30公尺长的大只蟒蛇，蔡依林美术是女王的身场。 开场不到10分钟，大只蟒蛇的登场，就连徛伫咧顶悬，哪唱哪表演，都亲像武侠女。演唱会更加派出着庆典鼓港，只要蔡依林暗面惊喜现身，互现场闹热滚滚。这也是头一届伫大巨蛋开演唱会，这款开9亿突破历史新高。 以古言故事来串场，更有30项大型道具，20只奇幻猛兽，美术是大型的嘉年华。就连更加对国外找36个舞者来做伙跳舞，头一场的演唱会都互大家学了解特质。 不怪人拢叫伊歌大女神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